讲到过年到哪，各大病院的急诊室是拢塌塌颠，医护人员对外头救兵，这显示讲咱台湾的医疗量能已经进步啊。行政院长杜英台在起着指示，卫福部爱做好相关的整备。卫福部下晡也开记者会说明，讲会透过病床调度等三大底基策略来应对。另外也提出强化护理能力整备，鼓励病院投入这急动症等两大改革方向，而且也会研究调整健保给付。今年过年连假有9天真长，加上流感，也有乳脑鼻窦流行以及寒流来袭，造成最近各大病院急诊因讲是人苦苦。行政院长杜英台20时早起就要求卫福部报告相关的整备，也让卫福部也第3摆找医界来参详对策，并且由卫福部长邱泰源亲身来宣布，短期内有3大应用的做法。包含医学中心强化院内病床调度，加强区级病院联防机制，也有强化民众分级就医的资讯。轻症如果能够减少一点到大医学中心的急诊，而由区医院、地区医院甚至社区的诊所能够处理住院住不上去的问题住不上去的问题是医院要去调床。另外，为了疏解护理能力无够，改善工作场所环境，卫福部对去年113年3月开始实施病院3班护病比的制度，近3个月来，医学中心整体达成标准上悬将近6成，区域病院整体达成标准大约5成，地区病院大约是9成。卫福部今年已经编列公务预算大约66亿，未来4年投入275亿，协助病院护理人才留赖。行政院从去年开始通过，也就是4年275亿的投入在护理人力留才的准备计划里面。卫福部强调，今年新增加地方卫生局同步建立各县市病院护理人力移动、甲病床调整自主通报，协助病院做必要应变。另外，为了鼓励病院加入急动症，也建议健保调整给付。邱泰源搁再呼吁民众，若有任何健康问题，请优先找这社区的诊所来处理，争取治疗时效，也落实分级医疗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